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嘿嘿嘿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我是坐稳列车精灵，大家拢叫我莲莲。你是毋是真好奇我洗做啥款？甲乐乐、康康做伙完成台北坐稳之旅，我就会现身咯。康康，你哪会遐尼慢？阮等你等足久啊呢。我拄则找无坐稳站。哦，坐稳站的导游，你敢袂认得？我虽然住伫咧台北，毋过真罕你咧坐稳，平常时拢是阿爸也是阿母赛车带我出门的。就是迄个看起来足像两只手，溜溜啊像鸟仔咧飞的那些导游啊。乐乐，你观察甲足精足的，这个若是个导游，又搁号做坐稳系统标志，会使帮助大家较紧找到坐稳站的位置。入来坐稳站了后，你也会看到另外一个导游。甲便利商店的导游足像的呢，拢有水色甲青色。有影呢，康康嘛观察甲足精足的，因拄啊好选到共色。其实这就是标志的目的，希望恁一个看到导游，就会当想到伊代表的意思。亲像恁即马看到这两个导游，就知影这个拢甲台北坐稳有关系。大家好，你若有机会坐台北坐稳，做伙来找看卖，伫坐稳站的倒一寡所在有这个标志。哪会无法度入去？康康，迄毋是自动门啦，要用卡片比一下，才会拍开哦。我看到拄则有一个囡仔直接甲大人做伙行入去闸门，就抓准门会自动拍开。讲到这，入站进前，我先查一下余额。鱼啊？要查啥物鱼啊？毋是鱼仔啦，只也是要查 BB 卡内底还剩偌济钱。坐稳车站拢有票卡查询机，甲票卡也就是乐乐讲的 BB 卡，放伫遮感应，就会当知影内底钱还有够坐车无。哦，钱还有够，咱来去。要安怎？我无查票卡，我囡仔嘛需要买票是无？旅客询问处伫遮，咱来去问内底站务人员。旅客询问处，就是迄个看起来那鱼肚仔的所在哦。真正有着啊像呢，坐稳站内底哪有鱼，阁有鱼肚仔吼？你好，请问阮囡仔人坐稳，敢有需要买票？你好，请问你几岁？敢知影家己的身悬有几公分？我5岁。我嘛5岁，阮平悬拢是120公分。还未满6岁，身悬还未到115公分的囡仔，无需要另外买票。每一位有买票的人客，上侪会当带4个像你安尼免票的囡仔来坐稳哦。请问乐乐甲康康坐台北坐稳，敢有需要买票？1. 买，因为因超过115公分啊。2. 毋免，因为因还未满6岁。答案是2，毋免买票，因为因还未满6岁。你的健保卡，互我确认一下。虽然恁超过115公分，毋过还未满6岁，对有买票的大人就会当入站哦。多谢你。以后坐稳，若拄着其他问题，就会当来旅客询问处找阮斗相共哦。满6岁会记得买票，还未6岁，甲大人对好。伫闸门口我先行，大人伫我后壁甲我保护。恁拄啊通过闸门口的时阵，有听到啥物无共款的声音无？有啥物无共款的声音哈？我拄则听到的哔哔声，敢若有的短，有的长。乐乐，你的耳仔足来的呢。请问感应卡片出入站，闸门口因为感应卡片所产生的提示音是啥物物件的声音？1. 尤克里里 2. 钢琴 3. 皮纳
答案是一钢琴。旅客感应卡片出入站门口，清楚哔哔声是钢琴声。无同的钢琴声要传达的信息嘛无同。一般若感应正常，通过的时阵会听到一声；若票卡异常，可比讲内底钱无够，会听到2声。若是卡片内底也有钱，毋过特别无够，就会听到一段较长的声音。向头前行到底，有电梯会当直接到外台，囡仔人坐电梯较安全哦。多谢，咱出发咯！做伙加入乐乐康康这座坐运之旅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恭喜你完成本集的任务，会使甲我 call 出来了。我是坐运电电车，连连，刷落来佫会发生什么趣味的代志呢？爱记得收看小行星乐乐 TV， 咱后摆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若是有介意我、介意小行星，即马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就会使看到阮搁较侪的故事，会使伫资讯栏看到搁较侪资讯。爱记得订我的频道哦。